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25，启示录2章16节安尼讲，所以着悔改。若无，我连面会去你遐，用我喙内的舌甲因交战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着悔改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甲公义的上帝，你的信实悬过遮的天，你的公义达到强冲。主啊！你是圣洁甲慈爱的天父，你的圣洁无容阮阮罪的所行，总是你的慈爱愿意接纳罪人的悔改，来活倒转归于你。你赦罪疼，是阮要感谢的。主啊！虽然你称伊做忠心的白加摩教会，伊有持守你的名，无弃绝你的道，总是因为伊听从异端的教示，搁行你所看做歹的事，所以今日所看见，只剩皇帝的果子，互阮看。主啊！求你互阮着悔改，无甲伊同款来行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